間會問現場觀眾嘅一條問題咧，咁呢一幅畫咧就會送俾現場觀眾㗎啦。咁我等我先講一下太陽花嘅背景啦，好嘛？好啦，咁其實小劉咧係80後嘅年輕藝術家嚟㗎，咁佢亦都係中國水影畫協會嘅主席，曾經獲邀請喺中央電視台啦、四川、安徽、齊魯衛視新聞等接受專訪同埋演出嘅，更加被中國文學藝術界協會主席稱譽為中國最年輕全能藝術人才嚟㗎。用咗多年嘅研究咧，佢終於喺09年，小劉終於喺09年將失傳咗嘅千年水塘畫藝術創作咗出嚟，喺而家就喺奧海城嘅大電視熒幕上面俾大家觀賞㗎啦。一陣間，當佢完成咗呢幅畫嘅時候咧，佢就將會用佢專有嘅宣紙將佢托出嚟。咁一陣間，如果你能夠拎到呢一幅作品嘅時候咧，只要拎翻屋企或者晾咗乾嘅時候咧，咁就可以拎翻屋企永久保存㗎啦。一陣間，只要經過佢幾筆咧，就會將所有嘅圓點變成花㗎啦。開始見到呢一幅作品係藍色啦、紅色啊、黃色、綠色組合成嘅，咁原點係依住顏色係先去畫嘅，又係有分先後㗎 ，OK， 就唔係亂咁畫嘅。呢一幅作品咧，其實係以花草樹木各樣顏色咧，而做出一幅好美輪美奐嘅作品嘅。咁只要1分鐘之後咧，劉老師咧就會喺原點上邊畫幾筆，咁就將佢全部變成花㗎啦。嗱，各位觀眾留意啦。只要輕輕幾筆，劉老師就將一個圓形就變成一朵花。就係呢一個，好美麗。好啦，我見到劉老師開始用佢嘅宣紙托出佢嘅作品出嚟啦。呢一張就係佢專用嘅宣紙啦。好啦，呢個時刻係要好難咁樣控制佢嘅濕度。一幅太陽花嘅作品就完成啦，就而家擺咗喺台面啦。我自己就覺得係一件好難嘅事，因為我本身對呢個美術冇乜天分嘅 ，OK。咁而家見到劉老師咧，佢即席揮毫就畫咗一幅太陽花出嚟，而代表成嘅作品嘅時候咧，咁我好想請一位現場嘅觀眾上嚟，可唔可以問你一個問題之後咧，我就將呢幅畫送俾你啦，好唔好啊？邊位有興趣啊？可唔可以先請大人先？先請大人好嘛？先請大人，邊位觀眾？好。麻煩工作人員帶佢上台。我過嚟邀請你。好啦，我哋。